第二章，我考劝你，第一要紧，着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甲一切坐位的，也应该安尼，互咱通得到敬虔、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。伫上帝咱救主的面前，通得到悦纳，伊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因为只有这一位的上帝，伫上帝甲人的中间，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做人的基督耶稣。伊放下家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时阵，这个事的确证明出来。我为这个事奉派，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外邦人的师傅，教导因相信、学习真道。我讲的是真话，并毋是白贼话。我愿大部人无受气，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祈祷告，各愿妇人人连体自守，用正派的衣裳做装饰，无用变头毛、黄金、珍珠甲贵价的衣裳做装饰，只要有好的行做，这才甲自称是敬畏上帝的妇人人相合宜。妇人人着真正学道理，一味的顺服。我毋准妇人人讲道，也毋准伊吓制大部人，只要真正，因为大先做的是亚当，后来做的是夏娃，佫毋是亚当受引诱，就是妇人人受引诱，陷伫罪内。总是妇人人若常常存信心、疼心，佫圣洁自守，就的确伫圣山上得救。